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一礼拜节目嘅前3條報道，會帶大家去到南投認識一群後生農民。很多年來引導後生人回家鄉去耕種，政府也會出錢來推動。很多後生人有過大嘅理想，設計去耕種嘅難地、土地、人工、農業技術同知識，過多嘅難題哦。有個人下筆錢用喺度辦工不假，是有個多轉去生人頭路。錄音證地後生人回家鄉，單人拖馬安尼邊個辛苦。4年前，南投也一群回家鄉嘅後生農民，喺也農會嘅輔導下，成立一個南投青年農民聯盟，串聯嘅13個鄉嘅後生農民，用打團體戰嘅方式，透過合作同鄉下行銷，想要來做到大家留喺家鄉耕種嘅理想，未想要天天嚟改變慣行農業嘅耕種方式。耕種嘅人口徛喺一般嘅南投縣，同古嘅台灣嘅農業縣共用，農愛面對耕種人口單攏係老人家嘅問題。對後生人回到家鄉耕種，老一輩嘅人攏覺得真矛盾。阿伯，你看伊安尼少年人轉來，你感覺安怎？少年轉來，轉來種地啊，無出脫。真歹講啦，這無足人咧，這造成個真卡。有。啊，出嚟做大圍話。啊，恁囝敢有轉來接？無，伊在攏在做碩士咧。哦。你有要叫伊轉來接無？無可能啦。不過也多年才有一些的改變。以目前來講，回南投大概我們目前手邊有資料了，就大概已經有600人了。很多年輕人他希望自己也要回來，但是他不知道回來幹嘛。後生人要回到家鄉耕種，各有各嘅原因。那時候過年，我爸就早子踩到一半就過世了，然後我就再回來接這片草原這樣。因為家裡面需要幫忙，就是媽媽生病了，所以原本是媽媽跟園長一起，然後就我必須要回來。那時候就是爺爺身體有點狀況，然後想說以前都是爺爺帶大，那乾脆就回來埔里工作這樣。無論係自然也係唔甘願過來嘅，其實講嘅後長地耕田指南宮下下攏係挑戰。氣候的影響，如果說下大雨淹水的話，整個都沒有辦法收成。那你的存折，如果說你沒有資金，沒有準備個100-200萬，你回來真的第1年你就要再回去你原本的職場了。埔里有青農有變多，但是農工其實還是不夠的。那我們現在青農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真的是土地，一地難求。就你真的有心想要種，那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經營的方向該怎麼走，有人去討論，他不會說自己的一個想法，然後在那邊一直轉不出來。講嘅長地做農咩好教嘅，土地、人工、農業技術和個知識攏係難題。總共回到家鄉耕種，除咗要曉種以外，還要有乜嘅功夫呢？尾調的話會慢慢的。要曉得同農作物看片。有繡班誒，這是繡班。要看得出男女有空間麼？還要出菜。每個地方都綁，它就會染出來之後，就會長這個樣子。還個要地樣用嘅帶，團體嘅發通。農民不是像原本講的，就是我只是回來務農而已，生態也要學，生物也要學，土壤也要學，然後氣候也要學，對啊，所以這些東西都要學。禮拜1到禮拜5在田裡面，禮拜6跟禮拜日幹嘛？要去外面擺攤展售，所以也要會行銷。耕種嘅人真無害，要曉得用嘅拿筆，沒有曉得用嘅徛腳頭，乜嘅攏愛背。迄陣搶買1兩鋪嘅，要用家山咯。不少4年前，南投縣回到家鄉嘅後生農民，喺縣農會嘅輔導下，成立嘅南投青年農民聯盟，同13鄉嘅後生農民聯合起來，希望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創造下一代效益。你現在回來的，大家都比較願意分享，比較會想說要出來學技術啊，知識分享啊，農藥資材如何運用。那我們就是成立這個，大家來互相資源、互相運用這樣子。因為如果純農的話，在台灣是比較沒有辦法獲得那個經濟效益，
所以你除了做农业之外，你可能要做社群，或者是像我说休闲农业区。现在大家是要打团体嘛。本单係幼稚園嘅先生，回到太平島同嚴重爸爸中途結束嘅詹文憲，係南投青年聯盟嘅公關，負責對外行銷韓國推廣嘅工作。佢隨時都會利用影像同消費者分享農園嘅風景。會拍這附近景色，就是美食要搭配美景，這絕美，十全十美。然後還會拍果園裡面的生態，舉凡蛙類啊。樹蛙啊、蟾蜍啊、攀木蜥蜴啊，然後偶爾會有那個蜜蜂搬家，我會追着蜜蜂跑，一整群的蜜蜂，然後連蛇我都拍，但我會離它遠一點。時常就會有人鬧到佢哋台南，唔過做得歡歡喜喜嘅同消費者互動，又做得得到認同，係佢回到家鄉耕種22年，知道真幸福嘅事情。像我就很習慣手機一拿出來就開始拍照，然後旁邊的人看就覺得你在幹嘛？就是不是你不認真工作？沒有，其實記錄百香果點點滴滴，然後又可以跟客戶分享。到可以採收的時候，客人拿到手吃得很滿足，然後又回訊息跟你說，沒有吃過這麼好的東西，真是太棒了！什麼時候可以再來異鄉的時候，真的很有成就感。馮建志韓國劉秋克也兩個回到家鄉過多年的後生農民，青地啊愛留喺家鄉發展無咁簡單，唔恐怖會提供嘅行銷嘅平台，用客座嘅方式同後生農民傾訴，傳導留喺家鄉嘅本錢。我們目前的方法可能就是自己本身在那個新竹關西有一個販售點，就是我們南投的一個直賣所，那我們就可以把南投的青農的好東西賣到那個地方去，只有這種方式去把這些好東西拿去給外面的人知道說，南投的好東西在哪個地方可以賣。5年後跟有機，我們那時候就是在推廣說，我們這個聯盟裡面最少都要有檢驗。那你現在人越來越多了，我們就說，我們就是想說，用一個平台或者一個據點，讓來推廣我們自己的農產品。嗰套3號關係服務站係南投青農聯盟將賣1年嘅店，唔過效果3000好。店長廖玉皮就講，因為佢嘅農產品都係用4年冇就係磨土嘅農法來耕種嘅，經過室溫風泡以後，也就俾消費者先講佢今年也都處處嘅3000安全嘅農產品。你在這裡的話，因為我們的成本就比較高，所以我們的單價會比較高。那你本身你在產地要去跟慣行競爭的時候，還是會有很多人覺得說你的東西比較醜，為什麼要賣得比較貴？可是，在都市比較那個的人，他會覺得說，健康比較重要。為什麼會來這一攤呢？因為看他的東西很新鮮啊。現在很提倡那個自然農法，所以以後買。就因為睇老輩買嘢出去又有賺到錢，嘛漸漸嘅改變咧，落一筆用傳統方式耕種嘅想法。你像我們家那個橘子、香蕉，我不公公只要草比這個籃子還要高一點，他就覺得說不行了，你要去噴藥，你要去噴除草劑了。啊，今晚有開貨嗎？現在念還是會念啊，但是他們覺得你銷得完就好了。南投縣也嘅本身包論嘅農業園，就因為有一啲後生人過來耕種，唔單止打開嘅對外嘅行銷通路，嘛為家鄉嘅產業帶來嘅發展嘅機會。老一輩都不會網賣嘛，在網絡行銷這一塊，往後是不是全村的水果，它都可以上網賣啊？我們在這個山上，如果沒有靠這個資訊上網資訊這個區塊的話，哈，真的沒有人知道我們。安部各地嘅後生農民幹部要協調下討論未來嘅工作。今年除咗希望透過同無相同嘅業務結合起來，上幫上聽嘅效果，要睇家鄉耕種嘅困難時期，嘛希望整合下那多有共同想法嘅後生農民，慢慢地來改變傳統嘅農業，開展無土農業耕種嘅面積，安尼對家鄉嘅土地就下那好，下那友善。
其实更希望走的是教育，对，因为就是希望说我们这里的场域最大的功能是提供给更多的农民或是民众看到一些就是农业上面生产的方向。伊个喺台北大嘅都市世贸嘅，學校突出也被晒影響而降中。去年天也路公路卡喺桂香鄉江林村，兩個後生公婆路許多也75%路係行人嘅桂香上經入單，開始伊能嘅降中生活。現正路卡嘅農地無講規劃，伊能有無碼設計經驗，經過2年去命去評估，能尋到嘅伊能嘅方向。伊能嘅天團喺學校學到嘅拿出來運用，利用伊能嘅策劃偏理專業，落實去做草莓嘅幼苗工作，同聘人做無共樣嘅。一方面，咪想去大幫培養出過強嘅樣嘅，加強草莓嘅抵抗力。如果唔是曬藥嘅嘢，安尼對土地、農民還有消費者都過好。在9多年前後，有多個摘草莓嘅時期。不過，第二天南投縣國鄉嘅福貴村，台14路順嘛有千多人喺摘草莓，做得講係草莓大土，佢係排喺苗栗大湖後背，全台灣第2大嘅草莓產區。國姓福貴，它是台灣第2大產區，面積是除了大湖以外第2嘛，那它的面積大概60公頃。按多年來，因為天時變化遷多，一片韓國蟲害問題變得很厲害，草莓用嘅死亡率有4到6成咁高。桂香鄉種草莓嘅面積對年單嘅60公頃，一下係減少到長存到19公頃。今年我們去問農會，他說大概只有17到18，這縮減面積，第一個當然就是有那個國道6號的關係。但是第二個，就是因為這些苗，草莓苗造成他們根本就不想種。草莓苗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就是都得那個炭疽病，很容易死掉。這樣，就他拿來種，原本長得好好的，後來就突然就死掉了。它裡面都有一些病菌在裡面。就睇桂鄉種草莓嘅農民，因為草莓嘅樣嘅種唔得幾生，陸陸續續有千多人都唔係種嘅。一次想去到種下做農嘅，可年田韓國王建瑞兩公婆就看到誒睇農村發展嘅機會。那我們本來也沒有想說要走育苗，就是本來想說就是種草莓，結果種之後就發現說苗的問題真的還蠻嚴重的。我們自己育的苗也有提供給我們朋友去種植，因為他就說他買別間的苗，然後跟我們買我們的苗，他別間苗他買了1000株，剩下100株，他跟我們買100株，還是100株。那一顆 Lanky 啊，這個有像尾雕吧？還是炭疽？我覺得是炭疽。同年田今年同樣嘛係幾多鄉下去做農嘅唔明顯，係桂鄉種草莓嘅第2代，圖嘅係春蔭科做農嘛搶3年田，一下草莓園地度係仲有乜嘅問題，年田就變做佢最好搶救嘅對象。之前就是如果不懂，就是問我爸，然後我爸有時候也是靠他的經驗來跟我說，可是我還是不懂他到底是問題是出在哪裡這樣。哎呀，那就問園庭他們，就是他們可以清楚的告訴我他的病是怎樣，然後要怎麼預防去處理它這樣。我們有這個經驗，然後又有這個專業，我們就想說，那我們可以做，拿來幫助他們，對。然後未來甚至就是做所謂的售後服務，來到田裡面幫他們去檢測病蟲害，然後告訴他們怎麼防治，怎麼用藥管理啊。嗰年田韓國王建瑞農係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內研究所畢業嘅，因為要長期觀察植物，兩個人嘛漸漸嘅培養出嚟做農嘅興趣。嗰年田韓國王建瑞，伊哋係台北大爺，伊哋係南投市人，兩個農係都市新人咧。讀書嘅時節，一次就想要過農村嘅生活。2年前來到客家人口，佔嘅75%嘅桂香鄉，從頭開始學做農。從零開始，就是從這塊地炒2-3層樓高開始，
一开始我跟我先生两个就是傻傻的，就是拿着那个镰刀就开始挥，想说我们有一天可以砍进去。然后砍了7天以后，我就放弃了。我们就说我们还是找人来处理吧。司机做的张地啊，做农实在无咁简单，对硬体的建设都法规，乃弄系挑战韩国障碍。里面这些架子是我跟我爸一起研究怎么架，然后我们主要是我跟他2个人一起架，全部都自己架。这些你看到的管线，水管都是你自己对拉这样。对，然后像是你看到里面这个栽培带，这个是我妈妈车的。法规就是我们第一个障碍了。原来你做个农，你还要去走这么多法律的途径，要去解决这么多问题，所以我们光卡在那些申请就卡了7个月。我们7个月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有点像在空转。因为有7张嘢，嘛个农做唔得，今年将有机会去累积做农的实际经验。我们那7个月就到处去看啦，去认识，然后去人家田里面做一些就是短工啊、打工之类的方式，就会发现说我们这面积真的太小了，对，而且我们有很多天然的限制，这鸡舍原本的大小啊、它的方位，那我们要怎么将我们现在有的缺点转化成我们的优点？然后就是现在货柜屋这2栋都是建瑞爸爸妈妈帮我们买的啦，要不然自己出不起。对。用公婆来到乡下做农，最好福气的是有野外的支持，韩国偏偏的土地。不过也个味素原来是假料，无实际做得港中的奶牛。我用的睇假料后，种出做得葵花大枝的作物来，一打落的稻来时，野外嘛做得安心，免到今日头脑忙一通。因为我们面积不大，我们第一个就知道，我们不可能跟人家比那种大面积的蔬菜啊，或者是果树。所以我们第一个锁定的就是番茄跟草莓，我们觉得这2个东西就是高经济，然后单位面积产量又高。我们刚来这里的时候，这个草高到2层楼、2、3层楼，真的都进不来，就是完全辛苦啊。毕业2年过后，今年的先生提议摆到农场来，年田像是有人和工程管都会发用的，有强啊先生手带领先生一来参观今年的成果。老师有看到有这个，就是我们有拌那个木霉菌加米糠加稻壳下去，因为当初是为了测试说有铺稻壳的发现长得比较好，然后我们只是想说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然后自己在尝试。他们夫妻愿意这样子，我是觉得很感动。那你说住货柜屋、组合屋，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你要能够随时因应田间的变化。今天如果怎么样，它可以做最快的处理，它可能短时间之内它是这样子。但是，一旦这边稳定之后，他可能就可以变成是雇佣其他人。先生对年田今年都种下来做农真肯定，不过佢嘛提醒讲，做农唔系搞神奇嘅，系真辛苦又真现实的事情。下乡务农，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有时候不能给人家太多口号，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梦，它其实是一个很残酷、很现实的。你要务农，你就必须要能够忍受这样子的生活。因为由下往上喷比较好啊，越被气孔多才有办法好好吸收。那这是肥料，不是农药。一样啊，吸收的能力叶背大于叶面。青叔叔的将贵村的花来出来晒日头，含金农讲按用的啥营养剂，洗头马多，长做的吸收到最好的营养。王建瑞韩国可年田2个人做农，唔想做农。前想提做高空研究，今年农场嘛唔想提做农场，像係4年的农学院。务农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同一个地方长同样的东西长那么多，而且长这么长时间，是非常违背自然的一个行为。对，所以有一点像在跟大自然抗衡。就是在种植它们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譬如说，就是我们知道说在照顾上面，我们要用什么东西去调整，让它可以长更好啊，喷每一种肥料会有什么结果，就有点像在做田间的实验，然后就轻轻的压着。就这样，不要压很大力，不要把它压去，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它长上去就可以了。对对，我们其实更希望走的是教育，对，因为我们2个闲不下来啊。对啊，就是希望说我们这里这个场域最大的功能是提供给更多的农民或是民众看到一些就是农业上面生产的方向。学弟妹之类的。对对对对对。专门在草原是第一期花，还要早。如果你能够在12月元旦的时候
就有草莓可以采，那不得了。因为国乡种草莓的农民遇到育苗的问题，盐田也两公婆正做地利用支付便利的专长，在有限的土地上寻到赚钱的机会，过今年上要过的日子。以我们的预估的话，如果在获利都没有都有做到的状况下的话，其实3年到5年以内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根系有没有状况？根系看起来是好的。盐田讲，24包也下选种这토마토係今年短期的目標，比如出地體地種唔驚병蟲害的草莓用嘅，正係今年長期種植的計劃。希望安尼種草莓的農民就唔是落安多藥嘅，來創造出土地、農民和個消費者擁有好處的環境，恢復國鄉草莓態度的好光景。